經濟消息來看，咱台股呢是安尼起起落落，頂禮拜五是報2953點，今仔日就開紅盤跳起來400多點，也毋過無到半點鐘的時間就隨個翻烏啊，落尾是報到無到42000點。分析師是認為講，今年呢這頂半年是起傷濟啊，第三季就會開始整理，所以呼籲投資客就要注意資金。美國四大指數收盤是跌的，韓國雖然因為頂禮拜五休困逃過一劫，毋過拜一又閣半頓來，盤中一時大跌超過4%。如果因為國定假日海之日休困一天，台股佇經過頂禮拜五歷史上上嚴重的跌的程度，拜一搶反彈，早盤一時起超過400點，重新轉來42000點。毋過無到半點鐘，又閣並做青，佇42000點起起落落震動。短線上而言的話，台股是處於一個去槓桿，那同一時間是尋找短線支撐的一個狀態。過去交易過度擁擠的，包含像是記憶體、矽晶圓、成熟製程、被動元件等等的，那近期都是市場沙盤的一些重心了。專家分析，若陣台股無法度甲42000點收掉咧，指數可能會向40000點行，佇遐經歷。若陣到7月底，美國四大分段服務供應商會當提出水虧的財報，可能會加深 AI 概念股的信心強度。加上台積電頂頂的大廠展望，又原是正向的，通甲台股挺掉咧。佇類股的部分，台積電拜一股價是開懸行懸，上懸一時2345塊，起55塊。毋過聯電甲國巨又原是博甲進步。有專家警示，資金若是集中佇股市，專門攏咧投資股票，擴大槓桿的操作，市場風險變懸。當指數懸坎震動，資金出入波動變嚴重的時，市場滿足的點出現，資金就會脫離，指數會開始修正。你如果沒有賣，它可能價格會壓得更低，到時候就真的是斷頭。在股票市場，我們盡量還是用我們自有的現金來買，比較沒有這些疑慮了。或者講，股市咧修正的時，用槓桿的立場的民眾有可能會斷頭。加上今年中半年股市起的程度上過大，分析師預估第三季可能翻盤整理，呼籲投資人都要注意投資的水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